歡迎大家嚟到世界360。嗱，好多國家咧都希望自己啲城市咧做到國際化嘅。咁但係其實真正做到國際化嘅城市又有幾多個啊？不過咧，我哋今日都可以舉兩個例子嘅。一個成功嘅例子咧就係丹麥嘅哥本哈根，一個極度失敗嘅例子咧就係加拿大嘅多倫多啦。嗱，我哋首先睇啦，咩叫國際化先啊？其實好多人都諗到國際化咧，就講話，我引進幾多高端人才，有幾多個科技人才，有幾多個金融人才，有幾多個乜人才、物人才、高才通咁樣。事實上就唔係咁樣咯。所謂真正嘅國際化咧，就係意思就係究竟你同啲乜嘢國家嘅人喺度做交流，咩嘅人喺你嗰度生活，去感受你國家嘅一個生活同文化。如果我哋睇到哥本哈根嘅話咧，嚟嘅人咧通常都係一啲歐洲嘅，譬如話德國啊、法國啊、西班牙啊、葡萄牙啊，或者啲前東歐國家啊咁樣，又甚至乎喺隔離嘅瑞典啊咁樣。遠至亞洲嘅係一啲南韓啊、新加坡啊、台灣啊或者日本啊咁樣。咁啊嚟自美國同加拿大嘅都有嘅。嗱，你點樣可以睇到佢咧？首先，佢哋有一個嗱，首先我睇有一個平台啦，Facebook 嗰度有一個叫做哥本哈根租務嘅。你會睇到咧，係各國唔同。頭先我講嗰啲國家嗰啲嘅後生仔、後生女，又或者係一啲中年嘅人都會講啊，我去你嗰度咧，我就想，譬如話一個美國人想過嚟，我有個工作咧係1年嘅合約嚟嘅，咁我就自己係點點點咁樣，係兩夫妻，我哋冇細路咁樣，咁啊於是乎啲屋主就跳出嚟啦，啊我間屋可以租俾你啊，1年冇問題啊，然後咧又或者一啲單身後生嘅女仔係大學生過嚟做交換生。佢貼自己張相出嚟啊，咁就話我會嚟6個月嘅，希望有揾到間房咧都係我一間房就得㗎啦。如果可以話同女仔合租就最好。咁亦都有啲業主就跳咗出嚟咧，就我有間呢個屋啊，都係租俾女仔嘅3個房，其他2個房都係兩個女仔住緊，一個咧係嚟自波蘭，一個咧係嚟自於英國嘅咁樣。咁 OK 喎咁樣。然後咧你會睇得到咧，佢貼出嚟嗰啲屋主咧，嗰啲屋咧間間咧都係非常之好 nice 嘅，即係佢個個都整理得好好嘅。嗱，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啦。嗱，嗰間屋咧，其實嗰啲咧，佢哋係一路有人入，一路有人出嘅。但係嗰個屋主咧，依然咧係能夠保持間屋嘅狀態非常乾淨整潔嘅。個原因就係因為咧，其實你嚟住嘅人要有翻咁上下水平咯。如果嚟住嘅人好似變咗加拿大嗰啲咁樣啦，你嚟一個印度人，佢就住10個入嚟，乜嘢都整爛晒你啦，成就咖喱味啦，係咪咁講？嗱，咁所以咧喺丹麥咧，你會見到佢哋嘅國際化咧，去嘅人咧就係全部都係一啲我頭先所講嘅嗰啲國家，去嗰度互相感受下你文化去交流，就唔係我哋成日講話要嚟幾多金融人才，乜嘢嘅嚟幾多嗰啲咩科技嗰啲係啲太庸俗啦。講嚟講去就係希望去貢獻你個經濟，講呢個層面。我哋講呢種國際化係一種國家同國家之間互相去感受彼此嘅生活，一個文化交流呢個層面嘅啫嚇。咁做呢啲事嘅嗰啲人咧，走嚟走去人唔係見得係個有錢人嚟嘅，可能佢就喺度打工仔，有份工去個揾嗰度，一個學生係咁嘅意思嘅啫。嗱，咁樣就真正係國際化啦，係咪？嗱，如果你睇翻加拿大，你去到多倫多嗰度嘅時候咧，嗱，你會發覺咧就係一個印度、巴基斯坦、非洲難民。喺晒嗰度啦，聚集喺嗰度啦，治安亦都變差啦。咁啊，好似你去到嗰度搶劫亦都變多啦，咁樣呢個就係咁樣嘅一個咁樣嘅國際化嘅結果啦。嗱，我哋都唔怕攤開嚟講啦。老實講，頭先我講緊嗰啲國家冚唪唥都係啲第三世界未開發完成嘅國家啦，係咪咁講啊？即係唔好講話咩歧唔歧視啦，就算係點啊係啊，我講嘅，我話嘅，係咪咁講先？即係大家心中有數啦。我問大家，你寧願去一個哥本哈根遇到嘅人係咁樣嘅水平啊，定係你覺得多倫多嗰種咁樣鬧教嘅，你覺得係 OK 啊？係咪先？呢個答案大家就唔使扮嘢，係咪先？我哋梗係會話哥本哈根好啦。嗱，咁其實你去到哥本哈根嗰陣咧，或者丹麥也好啦，你會發覺到咧嗰度嘅地方咧，真係冇乜第三世界國家嘅喺嗰度行嚟行去嘅。而點解咧？因為嗰度啲嘢就係貴啊！嗱，如果你去過嗰個地方，你會知道啦。喺丹麥咁樣，嗱，你3個人嚇，一家3口或者4口，求其食餐飯咧，都會係差唔多成1000蚊港紙咁貴。嗱，丹麥咧嘅消費水平咧
係歐洲第二至第三高，最高係瑞士啊，第二就係佢噶啦，跟住盧森堡，即係佢哋三個對瑞士係最高啦，二三就係佢同阿盧森堡兩個係佢喺前面嗰度嘅。嗱，點解佢啲嘢可以咁貴咧？就係因為咧，佢哋從來咧都唔會引入一啲所謂嘅第三世界勞工去頂替佢哋一啲所謂嘅 labour job 呢樣嘢啦。好啦，咁唔通佢冇遇到呢個所謂 labour job 缺人嘅呢個狀況咩？係有嚇，每一個國呢啲咁嘅西方先進國家都有嘅。嗱，咁佢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咧？其實講嚟講去就係錢啫，佢咪提高嗰個時薪咯。佢哋嗰啲餐廳裏面嘅侍應生嘅時薪差唔多去到圍到300蚊港紙一小時嘅，250至300蚊港紙一小時咁貴嘅。咁你人工高啦，咁佢咪啲後生仔咪出嚟做咯，做侍應生就後生仔做嘅啫，做下暑期工啊，做下呢啲咁樣頂下一陣玩下咁啊做，其實吸收下社會經驗都好正常啦，係咪先？咁所以佢咪用自己國家嘅人去做咯，咁佢咪唔使話好似啲加拿大啲咁樣，哎呀我呢度因為啲侍應生人工唔高，揾唔到本國人，所以咧就要引進一啲第三世界，引進印度人，越多就越好啦咁樣，咁你咪越搞自己越 cheap 咯，咁啊成一地都係嗰啲咁嘅人咯，佢哋嚟到點會跟你呢啲咁嘅文化咧？係咪先？即係我問你啊，大家講白啲啦，一個德國人或者美國人或者日本人去到丹麥，會唔會守法啲啊？即係會唔會同本地文化衝擊好大啊？未必唔會噶嘛。咁只不過你講德文，我講日文，我講丹麥文咁樣。咁但係佢哋本身個水平大家都夠，互相都係可以守法啊，揸車好啊，交通會遵守咁樣。你呢啲咁樣第三世界國家，連條斑馬線都未有嘅，車又橫衝直撞嘅，走去加拿大叫你去佢嗰度，就揸架車去街嗰度爭撞死人嘅啫。邊有一種共同嘅咧？係咪先？你係都要將嗰啲人帶入嚟，或者你一地都係，咪治安咪環境咪變差咯？嗱，呢一種就係失敗嘅例子啦。嗱，如果講翻呢一個丹麥啊，如果你再有去過現場嗰度睇嘅話咧，你去到餐廳食飯嗰陣咧，除咗錢之外咧，你會發覺哇，真係唔好話咩，個個靚仔靚女，金光閃閃啊，又高又靚，金頭髮，藍眼睛，男男女女都咁 fit 嘅。佢都未同外族啊去溝過，呢個都冇溝亂過，因為咧佢哋就係會睇得出啦。呢個丹麥一直以嚟咧，對於呢一個移民政策工簽咧，都係極度嚴謹嘅嚇，所以佢就唔會話俾外面嘅人撈咗佢落去佢嗰度啦，撈暈咗佢啦。因為佢哋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執行一種優生主義嘅政策啦。你睇佢對之前我嗰一集都講過啦，格陵蘭嘅佢啊見你啲咩原住民睇你唔順眼啊，將你絕育唔俾你生。其實佢都做得出嘅呢啲事，係咪先？嗱，所以咧就係話呢啲咧國際化咧，我哋再強調係同一啲水準差唔多嘅國家進行一個文化同生活嘅交流，而並唔係話咧將一啲第三世界嘅勞工引入去彌補你自己一啲公司係唔願意出人工俾佢哋去俾本國人民去做嘢，而填補呢個勞動空缺嘅一個做法嚟嘅。咁樣就唔係一個國際化。咁樣只不過係壓榨本國勞工嘅啫，係咪先？好，今日我哋就講到呢度先，下次見。